腓立比第4章。所以，我所亲爱、所少年的兄弟姊妹，恁是我的欢喜，我的荣光，着我靠主来徛在。我苦劝友阿蝶，嘛苦劝孙多基，恁伫主的内面着当心。我忠实的同伴，我嘛爱恁帮赞这两个负人人，因为因甲革利免以及我其他的同工，捌为着福音，甲我做伙奋斗。因的名已经有记载伫活命册，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。我搁讲一遍，着欢喜，着互众人看袂出恁的宽容。主得要来啦，拢毋通挂虑什么，万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，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。安尼，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，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。兄弟姊妹，总讲一句，遐个话建立好德行的事，遐个值得称赞的事，就是一切真实的，一切通尊敬的，一切公正的，一切纯洁的，一切可爱的，一切通学乐的，这个恁拢着不时放伫心内。恁对我所学习佮接受的，听到佮看到的，这个拢着继续实行。安尼，赐平安的上帝就会甲恁同在。我伫主的内面非常欢喜，因为过一段时间了后，恁对我的关心有搁不厌开花。其实，恁有得甲我关心，不过是无机会通表示那尔。毋是讲我无够用，因为我已经学会晓，无论伫什么境遇拢知足。我知安怎过善车的生活，嘛知安怎过富裕的生活，是饱也是枵，是有剩也是有欠。我已经得到秘诀，就是无论什么时阵、什么所在，我拢知足。我靠赐我能力的基督，我有气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。毋过，恁有分担我的困难，安尼实在真好。恁腓立比人家己嘛拢知，伫我传福音的初期，我离开马其顿的时，只有恁的教会有分担我生活费用的收支。连我伫帖撒罗尼迦的时，恁有几若遍送物件来供给我的需要。我毋是爱恁送物件，是爱恁有较侪的利润寄入去恁的户头。这是恁互我一切物件的收据。恁互我的已经到业，阁有剩。我有对以巴弗提受到恁送互我的礼物，亲像发出香味，上帝所欢喜的祭物。我的上帝会照伊荣耀的丰富，通过基督耶稣来满足恁所有的需要。愿荣光归乎咱的父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请替我甲属基督耶稣的所有信徒请安，甲我伫遮的兄弟姊妹嘛要甲恁请安。伫遮所有的信徒，特别是凯撒王宫内的信徒，拢要甲恁请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大家同在。